嘿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樂樂高呢一個 channel。咁我就係樂樂。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重大嘅消息，就係關於 LEGO 佢會同 Pokemon 準備合作。咁佢哋咧喺3月中啦，2025年已經公布咗出嚟㗎啦。咁我相信大家啦，如果你 Instagram 啊、YouTube 啊，任何嘅 social media 你都會睇到呢個消息。咁嗰段片你都見到係有比加超嗰條尾同閃電，就係關於呢樣嘢。咁係啦，咁呢個都係我其中一個夢想嚟嘅，因為細細個嗰陣時都會覺得，哇 Pokemon 呢樣嘢我係好中意嘅，同時 LEGO 我亦好中意。我成日都諗點解 LEGO 同 Pokemon 唔擺埋一齊咧？咁要等到2026年先會有佢哋嘅合作新嘅產品出現咧。咁因為嗰陣時我自己都有玩過即係佢哋嗰陣時係 Mega Block 負責代理呢個品牌去出Pokemon 嘅。即係嗰啲積木系列嘅玩具啦，咁我自己都有買嘅，咁我都好中意嘅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品牌出嘅嘢，啲質素同 LEGO 係始終爭少少，同埋砌嗰個過程嘅經驗咧係有時難砌嘅，同埋佢本說明書咧係有少少 confusing 嘅。咁大家都會問，即係我自己都問啊，咁其實點解要等咗成20幾年先會有啲件事發生咧？都講翻少少歷史，關於即係呢一間公司 Mega Block 點解會即係佢嘅起家啦，即係歷史點解會有 Pokemon？ 咁首先咧，Mega Block 係一個加拿大品牌嚟嘅。首先，咁就佢喺2000年初啦，咁就買咗 Pokemon 呢個 license。咁首先買咗呢個 license 之後啦，咁佢喺2000年初至到2006年咧，佢都有出一系列嘅產品嘅。咁佢都出過類似好似而家 LEGO 嗰啲Pixel Art 一點點咁樣啦，佢有個係整 Pikachu， 跟住整 Charizard 嘅一個四方形平面嘅公仔啦，跟住佢都一系列嘅嗰啲寵物小精靈，佢係用嗰啲積木砌出嚟嘅，係相對之間係簡單嘅。佢個對象咧都係俾啲即係小朋友啦，同埋即係冇咁多特別件嘅。咁之後去到2006年咧，佢哋係pause 咗嘅喺北美洲呢個市場，冇再有新嘅產品出現。跟住之後咧，喺2006年啦，至到2008年咧，咁佢哋咧就去咗日本，就同 Bandai 合作，就負責點樣去設計同分銷嗰啲產品。咁所以你喺呢段時間，你會見到一啲係獨家日本出嘅 Mega Block 嘅系列同 Bandai 合作嘅。跟住咁之後啦，咁2008年打後啦，其實係Mega Block 呢個公司係冇再出任何 Pokemon 系列嘅即係 set 㗎啦。咁之後咧就等到2014年，Mattel 即係專係出 Barbie 同 Hot Wheels 呢個公司啦，個玩具公司就收購咗 Mega Block 呢個品牌。咁佢哋咧就喺2017年就推出咗一條新嘅 line， 就叫 Mega Construct。咁 Mega Construct 咧嗰段時間咧就開始推出一系列再重新設計過嗰啲 Pokemon 嘅set 啦。咁嗰啲對象咧就係會俾啲即係年紀大少少嘅小朋友啊，或者 young adult， 甚至乎係俾一啲即係成人去儲嘅，因為有啲係 set 係比較大啊，同埋比較複雜嘅。咁喺呢段時間都出，咁出到出到2025年，跟住之後就停咗啦。咁而家呢一個合作咧就轉咗俾 LEGO。咁同期其實都有啲枝葉㗎，即係例如喺2013年啦，日本有個 Leno Blocks。我諗大家都有玩過嘅，即係如果喺香港嗰啲即係細細粒好細粒，咁佢都出咗好多寵物小精靈嘅系列。咁呢個都係佢一個 official license 嘅，同 Pokemon 合作，咁就整咗一系列，做而家佢都有出嘅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就係LEGO 其中一個對手，而佢哋過往有一個都幾長嘅歷史，成20幾年去負責呢個品牌，出咗好多產品。咁所以都好期待同好奇嚟緊 LEGO 會點樣去定自己嘅位啊，而去出 Pokemon 嘅產品。因為你要睇下佢個對手20幾年已經有咁大個系列嘅 library 嘅 collection。咁 LEGO 佢會點玩咧？佢係會做嗰啲全新嘅嘢啊，設計吸引人啊，定還是佢會做一啲類似之前 Mega Construct 做過嘅嘢，佢再做好啲咧，定係點咧？因為其實個最有趣嘅位就係而家 LEGO 係差唔多玩具界嚟講啦，係 leading 緊㗎。因為而家好多玩具咧，其實都係比較叫做式微緊。因為你要知道，而家小朋友開始對呢啲實體玩具係冇乜興趣，開始好多嘢都係轉移去數碼化，即係打機啊、上網啊等等嗰啲嘢。咁你要一啲實體嘅玩具都可以有銷售，因為過去嗰幾年咧，其實 LEGO 都有雙位數嘅增長，即係代表其實佢吸引咗好多 fans，特別係大人18+佢好多系列。咁所以睇下
嚟緊 LEGO 嗰個發展合作，同埋再加埋 Pokemon 都係一個知名度極高、人氣係極爆嘅一個 branding， 甚至乎係一個文化添啊！我相信你而家無論大人細路咧，你求其講比卡超啊，或者講Ash 啊，即係一啲人物咧，我相信啲人點都會識一兩隻嘅。咁所以呢兩個咁高質素嘅品牌 crossover 擺埋一齊，真係會有啲咩 chemistry 咧？真係好 OK。因為其實 LEGO 係過往啦 ，for example， 佢之前係推出過 Mario。咁其實我初係有啲失望嘅，因為我以為 Mario 咧佢會出類似好似呢啲咁嘅 figure 啦，即係我以為佢會特登設計一個頭一個帽擺落去個身度，跟住賣俾人。咁佢就有佢自己一套嘅玩法嘅，佢就整咗一個即係比較叫做 digital 同 physical 嘅混合版。咁就係有呢個人仔，咁佢可以開燈，跟住佢有一套系列 scan 嗰啲 barcode 就玩儲分嘅，跟住之後你又可以用部手機去睇翻你贏咗幾多分。咁即係呢一個佢嘅玩法咯。咁所以都唔知點嘅，因為你要知道Pokemon 其實都係好多，即係佢有成1000隻啦，超過1000隻，而大部分都係 based on 即係一啲動物而去轉化。咁你其實 LEGO 都有好多，例如用動物即係整一個帽，一個嘅玩具。咁所以佢哋即係會點玩法咧？又或者佢會唔會好似Mario 呢個系列，佢會用 Brick Build 嚟去整寵物小精靈咧？同埋佢哋有成1000隻，佢哋點決定去揀邊啲 Pokemon 去選咧？即係其實都係好有趣嘅。所以我都有諗過，佢哋會唔會做一啲類似好似對戰嘅嘢，即係可以擺隻精靈喺度，好似旋風忍者 Ninjago 咁整呢啲陀螺啊，兩個 Pokemon 喺度對打咧。咁所以真係其實係好多可能性，再加埋嚟緊秋天啦，係會出埋嗰部傳統嗰部 Game Boy 啊，灰色嗰部啊 ，LEGO 係會出一個版本，因為佢之前出過 NES 噶嘛。咁所以而 Nintendo 同 Pokemon 又係一啲品牌有關係，跟住再加埋呢啲 Pokemon 卡。咁所以我唔知呢幾樣嘢 Pokemon 卡啊、Nintendo 啊、LEGO 啊，佢哋大家會唔會有啲 crossover？即係例如你買套 LEGO set 入邊會送卡，或者等等嘅嘢。所以其實都唔知啊，大家都好期待嚟緊2026年 LEGO 會有啲咩？咁多數就會喺今年年尾咧，大概1-2個月前啦，佢就會開始有啲消息，佢有啲咩產品出現。咁再睇下留意呢段時間會唔會有啲 leaks 出嚟，就係即係一啲小道消息。咁係咯，大家都 stay tuned， 同埋大家都留言下，你哋會好期待有啲乜嘢人物，又或者一啲乜嘢寵物小精靈，你希望喺 LEGO 呢一個品牌會出現咧？咁就大家不妨留言話俾大家，同大家分享。咁好，咁如果請大家支持呢段片啦，請你 like、comment 同埋分享呢段片出去。咁下條片再見，好啦，拜拜。終於搞掂呢段片啦！呢段片都拍咗2個 version， 一個長一個短，我最後都係揀咗第一個 version。唉，今次都學識真係唔好追求完美，同埋唔好 overthink， 諗到做咗就算啦，繼續 move on。下段片繼續努力啦，真係好似咁樣搞到自己啲 energy 冇晒啦。好，OK，拜拜。